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14号。这一期咱們聊一聊美國中產斬殺線。為什麼聊這個呢？是因為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是《經濟學人》的一篇報道。它這個文章標題叫“誰在相信美國斬殺線，又在害怕什麼”。它這個文章是1月13號刊登在《經濟學人》上面的。為了避諱有一些名字不能提，當然我想不影響大家理解。《經濟學人》說大國對美國斬殺線念念不忘，可能是因為談論美國如何嚴酷比說大國的人困境容易。也就是說，你隨便說美國怎麼樣，對吧？說美國人過得慘，總好過比說大國人遇到的困境要容易。因為你要說大國人遇到的困境，有人就說你唱空，要審查，要消音，給你發口罩，或者有人就乾脆說你不懷好意。這個我想大家都理解因為我經常就看到有人留言說你唱空。在這些人眼裡你只有鼓掌叫好，感謝感恩感激。經濟學人這篇文章說在中文電子遊戲中，斬殺線是個常見術語，指的是角色生命值降到一定以下危險狀態，此時只需一次攻擊就會被淘汰。令人意外的是，這個術語在過去1個月裡被賦予了新的政治含義，從玩家聊天室傳播到了政治宣傳語境中。美國斬殺線成了一個流行說法，用來概括美國出了什麼問題，而大國為什麼更優越。這場宣傳攻勢甚至比多數國家宣傳更成功，然而也讓人們重新審視了大國自身的一些經濟弱點。斬殺線新含義最早來自一位在西雅圖的大國生物學學生，他在 B 站的一系列直播中聲稱自己在停尸房工作，曾見過凍死在戶外的無家可歸者，也見過死於暴力的幫派成員。儘管真實性可疑，他的描述卻將美國描繪成一個極端殘酷的社會。一個人只要遭遇一次不幸，比如車禍、疾病或失業，就可能徹底陷入絕境。說到這裡我覺得基本盤應該多聽一聽加藤老師的聲音，對吧？基本盤的宗師對吧？開山鼻祖，当然就是近代的或者現代吧，当代基本盤的這個鼻祖教主加藤老師。加藤老師對美國的很多評價什麼美國是天堂對吧？說美國哪個州100多年就沒有一起刑事案件。加藤老師還說自己對吧，作惡多端，居然還沒死就到了天堂。加藤老師和美女在那個沙灘上滾沙灘，基本盤恐怕忘了加藤老師那種喜悅，那種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由內而外，擋都擋不住溢於言表但是基本盤現在居然背棄加藤老師。當然了，加藤老師主要是自己壞了事，所以他們津津樂道什麼美國中產斬殺線。經濟學人說且不論這種說法是否過於誇張，但確實引起了許多大國網友的共鳴。大國官方媒體常常將美國描繪為一個高度不平等、危險的國家，而斬殺線這一說法耳目一新，甚至有些潮。更重要的是，似乎來自一位親歷者，顯得格外真實。雖然 B 站因為畫面過於血腥刪除了他的許多直播，但在中文社交媒體這個快速運轉的生態中，其他網友又開始轉發解讀他的內容。幾天之內，美國斬殺線流轉更廣，評論區湧現出大量美國地獄景象的證據。有人因救護車費用太高拒絕就醫，有高薪工程師失業後流落街頭。到12月底，大國官方意識到這是一個成功的話題，主流媒體開始引用數據進行深入報道。很多文章指出，美國目前大約有77萬人無家可歸，還引用了美國聯儲一份報告，稱37%的美國成年人应付不起$400的突發支出。也就是說突如其来的$400的一個意外開支，他恐怕就要破產。一些報道還提到最新的估算，一個4口之家每年需要$13.7萬才能避免貧困。1月4日，求是也發表文章解讀該詞，稱斬殺線反映的是美國資本安全與回報被系統性的置於勞動者生存與尊嚴之上的制度安排。毫無疑問，美國的生活確實有許多艱難之處，但斬殺線大大誇大了美國社會的脆弱性。無家可歸確實是美國的社會污點，但長期處於這一狀態的人不足總人口的0.05%。
無。至於應急支出難題，如果考慮到可推遲的非必要消費，實際比例約為 10%， 遠低於 37%。而 13.7 萬美元的美國真實貧困線說法也已被經濟學界徹底駁斥，許多家庭的生活遠未達到這個水平，卻依然過得下去。我想起了我們一位演員叫嚴學金，是吧？他的兒子也是演員，在北京，一家3口一年開銷180萬。那美國這 13.7 萬美元，那不可就是180萬嗎？人民幣嗎？在美國，按照基本盤的說法，這叫中產斬殺線。但是到了大國，基本盤破防了。你居然那麼有錢，你兒子每年要花180萬，自尊心碎了一地啊！但是他同時指美國的吧，180万呢，那是贫困，是斩殺線，所以不能細想啊。經濟學人說啊，不過大國社會對斬殺線的着迷，揭示了另一個事實：民眾對本國經濟前景的擔憂。上月一篇網文中指出，近期有關美國病的討論升溫，部分原因在於大國自身對經濟放緩的焦慮。其中寫道，盡管大國網絡審查嚴格限制對大國的批評，但借談美國之名可以暢所欲言，也就是對吧？指桑骂槐，对吧？指着雞說狗，就這意思唄。就像這個梅德韦傑夫每天大罵澤連斯基，實際上对吧？他罵的是低保老人。他如果直接罵低保老人，他叫中毒，意思差不多啊。有些評論者未必是刻意而為，反而更像是一種心理投射，或者用他的話說啊，借題發揮，對他人說，其實說的是自己，沒毛病啊。我們現在也只能剩下自嘲了。現在即便你自嘲也不被允许，還有人說你对吧？叫唱衰。如今大國人確實有不少煩心事。過去5年房價下跌約 20%， 大學生畢業步入就業市場卻面臨嚴峻挑戰，青年失業率達到 17%， 藍領工人收入增長乏力，與前10年的高速上漲形成鮮明對比。但相比美國，一次意外是否在大國的毀滅性更小，這要視情況而定。大國醫療與藥品費用確實遠低於美國，因此疾病或意外可能在經濟上打擊較輕。不過更大的問題在於小城市醫療資源短缺，相比之下創業失敗的打擊就嚴重得多。由於大國尚未建立完善的個人破產制度，投資失敗後東山再起的難度遠高於美國。我在想啊，這個經濟學人呢，他对大國還不太了解，因為大國是一個儲蓄型社會，所以說一般的小病啊，你只要不是那種什麼極端的那種病，什麼一治個180萬的小病啊，那一般家庭他都能扛得住，再辅以这個什麼醫療保險啊，因為對吧，大國的人你沒有存款，那你父母有存款，所以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那個安全墊就厚得多，那個厚是自己玩命攢出來的，勒緊褲腰帶拼命不消費，玩命的往銀行存錢，是自己給自己保障，這樣顯得啊好像1次2次的小的衝擊你倒不下去。這種保障是建立在犧牲自己的消費，對吧？這個大家都清楚啊，省錢玩命的省，存錢玩命的存。這個美西方他們對吧，儲蓄的觀念就淡得多，他們都是花下個月的錢，所以這個我覺得啊也是不一樣的地方。關於個人破產制度，這個咱們在節目裡面說過好多回了，這裡不多說啊。確實啊，咱們這兒你比如說我們牛馬辛辛苦苦買套房，如果你一旦失業，你的按揭貸款還不上，那麼銀行把你房子賣掉，如果銀行的這個貸款沒還上，那你還得還。但是在美國就不需要了，对吧？你房子還掉就完了，房子被人沒收了就完了。還有美國實在不行個人破產了，那咱們這就沒有個人破產這一說。但是為什麼沒有？有好還是沒有好，這個是另外一個話題。經濟學人說啊，換句話說，大國不是沒有斬殺線，只是表現出了不同的形式。無論如何，斬殺線意味着人們已經損失慘重，而在美國，多數人所擔心的是突發事件讓自己經濟地位滑落幾級，而在大國，許多人還在努力爭取哪怕是一點點立足之地。這個我在以前節目介紹過啊，這個就像極了這個劉姥姥進賈府啊，他看到了賈府王熙鳳，對吧？襲人看到了這個迎春、惜春，看到了王熙鳳的女兒，他生出感慨，對吧？覺得賈府過得太慘了，就這麼個意思，感嘆賈府的這些人的不易，活着的難，甚至忘了自己是來賈府打饑荒的，想來要點錢。經濟學人說啊，孩子從小被父母和老師逼迫，必須在考試中脫穎而出，各行各業競爭激烈，但利潤空間迅速壓縮，打工者加班加點，發現努力越來越不值錢。與此同時，整體經濟增長放緩，昔日看似無限的機會正在消失。加州胡佛研究所旗下的在線期刊《大國領導力觀察》最近一期研究指出，自2018
2018年以來，大國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明显放緩。毫不意外，各類調查也顯示，過去10年，大國社會的悲觀情緒日益加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中產返貧，對吧？中產返貧三件套，大量的中產在返貧。這種陰鬱感並非源於突然崩塌的風險，而是源於持續原地踏步的無力感。遊戲玩家對此也有說法，對大國來說更大的風險不是斬殺線，而是軟鎖，一種明明還活着，卻怎麼努力也無法繼續推動遊戲進程的困境。這叫軟鎖這就是經濟學人對某國津津樂道美國斬殺線他的一個評論。簡單點說也就是某國主流媒體，對吧，在炒作這個美國斬殺線是為了掩蓋自己的問題，轉移视線。正當老百姓覺得自己日子難過，焦慮，突然他手一指，你看美國更差，看到美國更差以後大家就覺得我們的日子還好，一種幸福感，对吧？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这就是相信的力量。这个基本盘就吃这一套。在大国還有一套獨特的現象，就是35歲現象。到了35歲就業就很難了，35歲一失業意味着很難找到工作，最後被迫送外賣開網約車。當然了，有人他35歲失業之後，他不是直接送外賣開網約車，他幹別的去了，但是最終結局就是送外賣開網約車，還不如一失業直接送外賣開網約車。他那中間一頓亂折騰那就更慘，把一點賠償金把一點家底抖了乾淨了。所以在咱們這兒有一個獨特的35歲現象。我們很多年輕人大學一畢業23歲22歲找工作晃蕩2年才找準位置，或者找一個差不多的工作。有的是研究生，對吧，畢業27、28歲了，工作沒幾年，正是年富力強身強體壯的時候失業，然後就結束了正經的職業生涯，畫上句號。這就是35歲現象。我們很多人辛辛苦苦讀書讀了10幾年20年，但是真正就業的花期只有10來年，這就是一個殘酷的現狀。最近有專家說35歲失業不一定是壞事。我看還上了熱搜，叫國研中心丁一凡，他說35歲失業不一定是壞事，可能倒逼你2次創業成功。近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前副所長丁一凡表示35歲失業的門檻未必是壞事，它可能激勵你2次創業。現實中，不少人在35歲後重新尋找機會，反而越幹越好。以華為為例，華為會讓達到一定年齡的員工離開，這些人帶着華為的狼性文化、技術積累和企業精神去2次創業，其中不少人發展的相當不錯，相當於為中國培養了大量人才。專家就是專家凡事對吧，從不同的角度看，有利有弊這就是典型的叫何不是肉糜。有網友說這叫幸存者偏差。到這兒就沒有斬殺線了，也不叫斬殺，叫2次創業，叫倒逼。那按理來說，美國斬殺線也可以理解成倒逼對吧？倒逼他們創業倒逼他們幹這個幹那個，怎麼在那兒不叫倒逼，到這兒變成倒逼呢？成了你再次起飛的這個動力助推。所以說這個全看專家怎麼解釋，全看基本盤怎麼理解。10幾年前叫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有這麼個說法吧？10幾年前還可以這麼說，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經濟是蒸蒸日上，資產在升值，創業相對容易。我只能說相對容易成功。這個成功也不代表就是上市，就是財富自由，而是說你有正常的現金流，能覆蓋你的成本。你開個餐館，對吧？你一天的成本是2000，但是你一天能賺3000，這個就是成功，對吧？你把2000去掉，你淨賺1000塊，一個月就能掙3萬，這叫成功。在過去那10年烈火噴油時代，經濟快速發展，資產都在升值，即便不幸，對吧？你有個人原因或者其他原因，你創業失敗不要緊，摔倒了還可以爬起來，叫2次創業。但是現在呢，現在的形勢不一樣，資產在貶值，你無論怎麼創業，更多的人會面臨失敗，能成功的更少。一旦你不成功，你很難再爬起來。如果我們只盯着那1、2個成功的，你忽悠那些都去創業，你能管那些失敗的嗎？對吧？那一些已經就被斬殺線殺到這個貧困區，永世不能翻身的，你怎麼幫他們？我們退休要到65歲，但是我們35歲就找不到工作了，就沒有合適的工作崗位，這中間30年怎麼辦？這個時候就不提斬殺線了。當然了，還有網友直接建議對這樣的專家可以讓他失業，把他的退休金，如果他已經退休了，把他退休金給停掉；如果沒有退休，就讓他失業，讓他去2次創業，讓他覺得吧，你35歲失業不是壞事，那你55歲失業難道就是壞事嗎？你也可以去創業不一定是壞事對吧？如果他已經退休了，把他退休金停掉，對吧？60歲那是當打之年，年富力強，60歲是屬中年人，那更該去闖一闖。實話實說這種話我可以說，因為我對吧，也是經常換工作，現在是自己在折騰，我不拿工資，我也不拿退休金，我可以這麼說。
唯獨那些拿着固定工資、拿着对吧國家的这個津貼、國家的這種各種退休金的，你不能說，這叫什麼？知行合一，言行合一，對吧？你要說，你先自己來做一個。人大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政華他說啊，退休金比在崗工資還高，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退休應該保證基本生活，而不是優雅的生活。這個毛政華呀，這個說法啊，他說這個你的退休金啊，如果比你的在崗的工資還高，這個就不正常。我想啊，誰的退休金比你在職的時候工資還高呢？我感覺就是胡一金老師吧，就這樣的人啊，體制內的有编制的，什麼原因導致他退休工資高？這個是，但是原因是多方面的，總之是花了大頭的錢嘛。實際上很多小學老師、初中老師也是這樣的，很多小學老師、初中老師也不知道他怎麼算的啊。他在職的时候工資不高，4000塊錢、5000，他一退休這個咣當就到6000，確實挺神奇的啊。退休金和在崗工資倒掛，多多少少啊涉嫌這個利益輸送，叫以權謀私。因為這個退休制度、退休金的設計啊，就是這些人他自己設計的，那當然他天然對自己有利。我們反過來說啊，由農民來設計退休金，你看看他怎麼設計，多少的吧？這叫回避制度啊，切蛋糕的最後一個拿蛋糕，就是分蛋糕的人啊，你不能先拿，這樣得保證最大的公平。當然了，實話實說啊，咱們不能對退休金啊一刀切，咱們不能搞那種民粹主義啊。為什麼這麼說啊？就是你要看那個退休金裡面它的構成。你比如說你工作的时候你就交的多，你個人对吧？你交的是最高檔，那就是個人從工資裡扣的多，那你退休了你退休金高，那是正常的。但是這裡面也得分，對吧？你個人交的這玩意是誰，最終錢是誰的？如果是大頭的，那又是涉嫌利益輸送、以權謀私。如果是個人，對吧？你是在企業、私營企業，老闆給你開5萬一個月，而你的這個養老社保就是按5萬這個基數去交的，那你退休的工資高，那是必然，那是應該的，對吧？那你5萬你一個月個人社保交多少啊？所以說啊，我們不能搞一刀切，我們也得看看這個錢，對吧？它的來源、它的構成，最終誰出的，誰買單？最後我們再談一個啊，關於斩殺線，這個美西方跟大國有什麼不同？這個是新浪財經報道啊，這個真假我不清楚，它是新浪財經報道的。1月5號啊，新浪的標題叫車企組長因建議員工加班被開除。據了解，事件發生在2025年11月4日，當時正值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訂單高峰期。這名47號產線組長提出延長工時的建議。你看看啊，而47號產線的這個組長啊，心繫公司，對吧？急公司之所急，想公司之所想。因為這個訂單高峰期啊，你要交車啊，那怎麼辦呢？他就建議啊，延長工時，也就是讓大家加班。結果啊，被公司認定違反對傷害、壓迫其他特斯拉公司家人的行為零容忍這一條規章制度。公司內部文件顯示，處理決定經管理部門集體投票，63人支持開除，0人反對。涉事組長被立即開除，且被列入公司黑名單，終身拒絕錄用。這一處理結果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廣泛熱議，這更堅定了我選擇特斯拉的信念。該事件也引發對企業管理文化的討論，與傳統車企盛行的996加班文化形成鮮明對比。特斯拉強調，公司寧願通過技術優化和自動化升級提升效率，不允許通過強制加班追求產能。我想啊，這個特斯拉呀，他也不是第一次幹這事，在很久以前是吧，就傳出特斯拉的這個 HR 負責人是吧，向馬斯克建議怎麼樣節約什麼費用是吧？大概這樣，是馬斯克自己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啊，他说他就很難理解，怎麼還有這樣的打工的人，靠壓迫自己的同事來為老闆節約費用。我在想啊，特斯拉是美國企業，典型的对吧？這個美國企業跟大國的企業一比，不言自明，高下立分。怎麼在美國就有那麼多斬殺線呢？看樣子是美國人加班加少了，義務加班加的更少。當然了，我們也要警惕啊，這個特斯拉很有可能是心懷鬼胎。按照北京商報的說法，特斯拉很有可能啊是想以最小的代價搞了我們新能源汽車生產秩序，搞了我們的用工市場，這屬於惡意開除，或者叫惡意保護職工的權益，跟惡意補償都是一樣，是屬於惡意，動機不純。好，我們這期節目啊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